恭喜恭喜！現年30歲嘅 TVB 演員容天佑喺社群媒體上面宣布做爸爸好消息，佢嘅富貴妻子符天恩平安生下一個女，正式踏入人生新嘅階段。據容天佑透露，女兒體重達3.5kg，非常之健康。佢亦都第一時間喺社群媒體上面分享咗一家三口嘅全家福。佢呢中度可以睇到呢，剛分娩完嘅符天恩精神狀態極佳，仲化住精緻嘅妝容，瞓喺床上邊。容天佑嘅女都算係繼承咗優良基因，五官立體，特別係鼻梁非常之挺拔，令唔少網友都相當羨慕。符天恩嘅成個生產過程都比較順利，從進入產房到女兒出世花咗3個半鐘。喺生產過程中咧，容天佑全程陪伴喺妻子身邊，俾咗佢好大嘅鼓勵啦。舊年下半年，容天佑毫無預警宣布同符天恩註冊結婚。呢個據悉咧，喺結婚前咧，兩人已經戀愛咗8年嘅時間㗎啦。喺今年年初，容天佑就宣布咗妻子懷孕嘅好訊。當時符天恩嘅孕肚你就已經非常之明顯啦。容天佑咧都透露話，妻子嘅預產期咧就喺今年嘅5月。咁相信咧，隨住女嘅出生啦，容天佑而家嘅心情應該係相當激動。不過外界亦都喺度估計，夫妻兩家一定會追生二胎嘅。最後亦都要再一次恭喜容天佑如願升級當咗爸爸，當然亦都要恭喜佢嘅妻子符天恩，祝福佢哋嘅寶貝女健康快樂嘅成長。